日本职业小演团体 DDT 即马有新的出头，因伫新干线要办比赛，比赛时间就是对东京车头出发到名古屋为止。规只车手75个座位，半点钟来全拢卖了了。小演选手原来大声示威，原来向对手冲过去，这看起来真平常的小演比赛举行的场地煞正特殊，是伫新干线的车厢内。这比赛是日本职业小演团体 DDT 伫东海道新干线的希望区举行，后名叫做新干线职业小演比赛。和规个车厢的75个迷众近距离看选手伫走道顶悬表演。DDT 过去捌伫个条子铁路、千叶都市电车甲小粗铁路这地方铁路办过列车小演活动，啊，毋过伫新干线举行煞是第一摆。即摆表演赛时候，职业小演界之王铃木实对决另外一个选手高木三四郎，因为高木选手捌伫个比赛当中输互铃木，即摆比赛诉求复仇，啊，毋过最后依然输互铃木。在这场比赛当中，也有真侪小演选手伫对战的两名选手互换之下出场助力，甚至有选手像魏淑群走出来卖冰淇淋，其实是去抢人客便当食，互比赛过程看起来真趣味，满满的娱乐效果，也互规车厢为起点到终点拢是笑声。高木因为连续3摆拢输互铃木，搁一摆向铃木下战帖，希望有机会赢拍败铃木。佢表示希望以这摆舞台赢考虑海外，亲像纽约、曼哈顿、新加坡或者是台湾。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。